普通嘅皮膚敏感咧，其實你可以有時咧見到自己如果食錯嘢嘅話咧，風爛類嘅皮疹咧喺嗰個皮膚上面。咁通常嚟講咧，24個鐘頭內咧個皮疹咧就會消失嘅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冇一個特定嘅一個方向生嘅。咁通常咧，如果係入夜嘅時候咧，皮膚免疫力差嘅話咧，會特別痕嘅。痕嘅時候咧，可能係紅色一笪，拗完之後咧會起到一幅幅。咁呢啲係皮膚敏感，亦都可以叫做蕁麻疹。而濕疹咧，頭先講過啦，其實佢個皮疹咧有分急性同埋慢性之分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濕疹嘅皮膚嗰個皮損咧都係對稱性嘅，即係話通常咧會喺啲即係手踭位啊，或者係嗰個膝頭哥位啊，甚至咧係即係兩個肩膊位啊。髖關節位啊，或者係即係腳眼嗰啲位置兩邊對稱嘅，咁呢啲咧就係好典型嘅濕疹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即係皮膚如果係有濕疹嘅話，急性期咧，你會見到咧好細粒嗰啲丘疹類嘅水珠會發紅發脹，有時會流膿流水嘅。咁痕嘅時候咧，咁即係同嗰啲皮膚敏感都一樣痕，都係非常之痕嘅。